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喜丽丽。今边呢，就来到了苗栗市的琼岩沙溪鸦片。现在下一步的沙溪居民，大家今讨论的问题就是一条路况，另外背后有一栋建筑，本来是学生的宿舍，不过南摆出来晒得负离子家的。向前就受骗呢，经常讲南摆做好的过后，会带来相关的交通问题，莫像民生污染相关吵闹的问题，大家就清楚。故所讲业者用来同大家来沟通，得到大家的信任呢。今日村民大会60分钟，来朝大家共下来讨论，要将乡亲共下来关心。开会了！等一下呢，因台湾国人嘅数量渐来渐长嘅，人口老化嘅问题咪渐来渐厉害。一下呢，一到社会方，一到家庭都系较细型嘅。今日呢，村民大会就特别来到苗栗地区，来同大家共下来关心老一件事情。今日呢，就有请到位两位特别来宾，先为大家来了解。今日呢，系啲爱做薯片嘅台湾农业福利机构嘅协会荣誉理事长赖天福，赖荣誉理事长，你好。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谢谢，午安。还有另外有薯片嘅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事件自救会的会长徐小金徐会长。大家好，谢谢。一下老人家进来见到嘅，还有甲较讲到嘅，社会方呢家庭嘅形式，单单就系较细型嘅，差不多一个家庭当中就3、4、3人、4、5、3人天天咪好。迄讲呢一下老嘅时节，可能会遇到有一条迄讲不卡人嘅老人家，触到一个慢性疾病，去到医院过后，天天呢好嘅问题呢。毋过呢，做来不卡当中过后，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个过后要有人来照顾问题。故作一下做嚟讲，台湾一个长期照顾嘅需求渐来渐高嘅。今日呢，就来到一个松原社区哦。现在下一步嘅松原社区，青岛人就拿到一种传单，地度关心嘅事情就是，现在一下嘅社区地度我嚟晒的负离子家。请问观众朋友啊，喺讲也有下附近呢，我嚟晒负离子家，你会有乜嘅想法呢？一下停定采访少數嘅腳鋪，去到苗栗嘅街路巷，看下大家對負離子家我嚟曬啲附近呢有乜嘅想法？我吃迄嘛，冇来啊，冇我吃的啦。来。离子家。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的，因为就是我觉得苗栗这块地方年轻的族群就慢慢流失，然后比较偏向是老人族群就待在苗栗，老人照顾这方面我觉得蛮需要的。应该可以吧？我想大家都有老人家嘛，每个人会慢慢变老嘛。好多人作為咧負離子家，你知道講按你嘅想法好嗎？蛮不错的，然后啊，用過。就講這一個，然後的單位可以對老人家提供然後的照顧嘛。那當然很好啊，然後啊，負離子家有包括醫療沒？係啊，又有照顧，苗栗好像沒有這個。不過你知道講曬啲哪會較好呢？反正苗栗就好啊。曬啲迄個所在附近呢，你知道對不對？對的。可能不用很遠，但是可能各個機能都是需要，所以應該是比較靠近中心一點的，中心一點的地方。如果我覺得可能會偏頭份地區吧，對苗栗的頭份，因為頭份那地方比較接近新竹，但是就苗栗過去到頭份的話，其實距離也不算太遠，就是算取一個中間值。曬啲硬不卡順好好嘛？說沒做得啦，因為硬不卡附近就係嘅較多老人家啦，苗栗啊提供當多老人家自家生活，迄講身體較唔好，迄講不平嘛，該就較愛人照顧安尼，迄講有安尼提供做咧照顧老人家嘅順便以後。
我们社区呢没办法容纳这么多的车辆了。如果病人的家属来看，要停车的话，根本就没地方好停，也影响着整个社区的那个交通问题。所以请县府呢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是下坡地段。它整个现在把内部以前的旧格局，它把它拆掉，那现在要进行重新的一个修缮的动作。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它现在已经把主结构体已经也破坏掉了，所以我们会担心这一栋大楼以后就是变成一个危楼。假如说危楼的话，以后再发生什么事件的话，对我们整个社区的民生啊这些等等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无形战神啊！很适合啊！你的住家，因为做的这样的东西呢，村里又很方便嘛，天天叫我们听到那个救护车的声音，又会受得了。采访小组就去到苗栗嘅街路巷来问看啊，一道详情，大家对杀妇离子家会有乜嘅想法？家下下面看到，其实伊当年都讲，知道说杀妇离子家，看起来以后做嚟照顾，有需要照顾嘅人，唔过鏡頭實係細到嘅鴉片嘅長遠殺期呢，大家實係單都係較反對嘅，尤其因為看到亞擺嘅事件地圖。其實一度有到居民佢下度係反對入到鴉片來嘅一個婦離子家，因為講呢，先來看到啊，一個松原社區呢，地度有個一個高苗里，地度喺嚟幾多人呢，差唔多有1300人殺，其中從鹽沙區就有500戶的住戶在這邊。家下呢，咪有詳情講到哦，一下婦離子家入到沙區地度來嘅，一下居民就發起連署。反對嘅人也係有596人，故作大家真係自救費，愛嚟表達大家嘅訴求。今邊呢，頭嘅問題就係搶高一個自救費嘅費用哦。針對一下呢，按道居民呢係反對一個婦離子家，民間嘅婦離子家而殺啲鴉片，自救費嘅訴求搶費用，先來說明一下。那我是覺得說，不是說你那當然長照政策我們也不是反對。我們不是把老人家視為洪水猛獸，那因為我們社區也很多老人家，但是我覺得他的地點是不是應該要好好考慮一下？那我們這邊交通不方便，那如果它設立之後呢，會對我們的居民、社區居民會造成怎樣的困擾？其實我們怎樣說的，可能交通會比較不方便呢？對，這一定會的，我覺得一定會的。因為我們這裡的連外道路是不足嗎？對，它只有進來，但是沒有出去。所以就只有那一條路上下而已。擔心以後婦離之家會帶來的影響是車子是怎麼樣的影響？對，那當然這是其中一項，還有它廢棄污水的問題。廢棄污水，例如怎麼樣的廢棄污水？那它醫療嘛，有做一些醫療行為，那它那廢棄污水一定要另外再處理。那它的設施是如何，我們也無從得知。因為我覺得，業者他一直說它是合法的，那當然。是合法，他們認為是合法，縣府也是這樣狀況。可是不能漠視我們這邊居民的疑慮，是什麼都沒有說清楚，然後你就在那邊設立這樣子，然後也不管我們居民的聲音，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對的。就針對鴉片事情來看啊，本來鴉片有安尼嘅需求，我哋殺婦離子家，還有講今日嘅節目沒有嚟討論過，大家嘅反對感有安尼嘅合理性，還有必要性咯。本來我對長線面來看啊，還有合法性、必要性，大家來看啊，本來應該冇，還有做得冇，還有實起來好冇，大家做得先來想看啊。咁有安尼實際嘅需求呢，還有一個家下非常公道嘅，啱先講自家係合法嘅，還有認定下出嚟看到，所來做得冇，實際嚟合乎相關嘅規範，另外還有實際嚟對大家嚟講有好冇呢？啱先講要留大家嚟溝通，唔過自救費中，家下係未談到，大家對於一下啱先去做乜嘅其實唔多了解，繼續嚟看啊，長遠社區其他鄉親呢，還有更加多嘅想法。傳單行用大馬古紮諷刺嘅事提醒規個社區，去年長遠社區居民2月2日愛同婦離子家來做屋邊連殺，氣氛就開始變嘞。當這棟建築申請的時候，是沒這個入閘先素材出現啲呀，頭擺個學生嘅宿舍，無依據過後就會變做婦離子家，有條居民千不滿。
其交通目下已太缺呢，生活品质会受到动态的影响。救护车来的时候，它是开很快嘛。如果我们居民的车又上又下，是不是很容易发生车祸？然后救护车如果来的话，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住户，3更半夜来也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跟亚永少还有问题，卖了福建政府的关系吗？也妇女之家的关系，冇人关系吗？全部你再讲啊！妇女之家最后是使到环境较好啊，天气较平啊，哦，空调较好啊。哎呀，那不杀鸡吗？封闭式的杀鸡吗？安东人户吗？440人户啊！你叫1300人户啥？睇睇啊！你啥都有个理想。居民镇内持救费还发通连署，表嘅文件通反对嘅人就有500个卡价。唔係講世界長照都捱到無煙土，而我這位病人已經插咗3關咧，也係重病要醫療嘅行為啊如果新成一個醫療污染各方面傳染都係殺佢影響動態啦。就是說，他跟我們召開10次的座談會，到底是他跟誰開的？是跟誰開的？所以大家其實沒有開到，完全都沒有，完全都沒有。部分居民簽售婦女之家會帶來傳染病、吵鬧嘅聲音、廢水同停車日安等問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回憶，入閘嘅申請都合乎規範。那目前的階段是還在已經提出了申請，然後申請經過一審會的審核之後已經通過了，所以我們取得申請的許可。那接下來呢，申請許可完之後，我們就會改裝我們的建築物，然後提出規劃報告，然後再送一次建築物的審查的許可。因為像安尼長期照顧，佢日期係2年、7年，佢每上人開刀7年、14年嚟做存延，所以的確床數不好找，所以也拜講安尼洪愛佢愛來申請在苗栗市這個區域來設立90床的護理之家，人家就會知道沙飛上有安尼需要，人家都法規面來講，就講可不可以啦，也不分縣政府所有局處，嘛會嚴格來審視。衛生局講，新設婦女之家對民眾產生唔好嘅感受，會請入閘持續溝通。針對亞擺有私人嘅入閘，咪愛到松原社區來做一個私立嘅婦女之家，看到有條居民係簽反對嘅，咁咪村民太妃愛錄影呢，咪要同啲入閘向下來參加，針對按到居民嘅一個議題來做回答。唔過呢，入閘講無方便來出席，故所根本係咪冇看到入閘要來到現場，入閘係講來到現場，我分享大家向下講一嘅討論，就來看到一個時間嘅部分，差唔多啲去年12月嚟嘅時節，衛生局講從州中心鴉片已經接到入閘提出申請，我哋設婦女之家嘅，故所呢今年差唔多3月嚟嘅時節已經通過審議，本期我哋做一個清太量有90床，按呢個申請咪已經通過許可嘅。韓國呢9月初8嘅時節，10月初6，當時呢苗栗縣嘅議員見到咪十分嘅關心，故所就要求入閘，我同地方來開一個說明會、協調會，同大家來講納一個南北嘅未來應用嘅，還有什麼嘅東西來同大家好好來溝通。唔過針對案例呢，居民當中有其他嘅想法，10月嚟嘅時節還真呢一個團隊要去到縣政府面頭前向下來抗議，今日來到松原社區一片按到居民咪向下來參加嘅討論。就先來請教按到嘅詳情咯。針對亞擺我哋設立私人嘅婦女之家，其實大家心肝頭都有簽到嘅義務係冇？一個業者提出一個企業嘅良心、嘅良知重新考慮下，係咪做得細啫？也係講改變一下，因為因為講咯，佢建築物啦也叫做長洲嘅建築物。同樣嘅套路係難距離嘅。唔主講平日興入來根本冇辦法得到安寧冇辦法得到舒適嘅個生活嘅需求冇就當草咩佢冇辦法安寧。一個松原社區係個老社區人口暗咩深嘅也村嘅就一條路，講來講去就一條路，人家個救護車來太遠嘅消防車來，根本就冇辦法轉交。個萬一佢係真實開業嘅，一個家屬來看探訪個平原嘅時節啦
营业平均，假使讲迄有30台车，那个储户的车已经做无奈何标的，伊也都落去车停落来。好，感谢邱先生哦。还有啥下来有其他嘅乡亲可以提出你其他嘅欣赏冇？好，我就喺度佢正对面，吼，每日嘅施工嘅时间吼，我都吵都唔掉，尤其啊沙溪杜方，呢度老人家，呢度有個吵鬧，咪到抽煙，包括即個，同樣我們去壓卡過去來，我們去指正。好，我就想講，要設置一個施工哦，當然有法定的人講嘅噪音分貝，一定有一個規範嘛，吼。啊，但是佢都超過分貝，佢也係長期嘅，從9月份到今，不天時就按嚟幫天幫地也施工期間非常的長。感謝大家欣賞哦！你看到亞擺嘅私人業者，我來做一個私人嘅負離子價，引起大家嘅反對同反彈，還有其他嘅鄉親愛提出嘅意見冇？當然，那個政府嘅政策長照中心我當歡迎，今日做嘅名義上係長照安養中心。長照安養中心。當然，那個係苗栗市民，他啊因為係安養中心，當然佢無了解那個1切、2切、3切嘅病人都係黑。你做係講樹嘅完全都係老人家，大家就會接受嘅咩？係老人家他會接受，做長照中心嚟講係1切、2切、3切，他就會反對。反對嘅係乜嘅內容？那個醫療體系當到無合格嘅地方。因為講咯。當然，不過你看到啊，嘅經過嘅案度嘅過程當中，長照中心已經發本記許可嘅，故作咪看起來都係合法，長期都係合格嘅。當然，那個書面呢作業上呢，佢係長照中心、安養中心，實際佢就無了解，那個1切、2切、3切，那個都無了解。公務人員啊，桌面上做嘅事情，百姓無贊同嘅，所以佢有乜嘅欺騙嚟老百姓。好，感謝李總哦。咩嚟看啊？睇下見講係唔係使到其他素材咯？還係用嗰啲長延沙期來上講我哋使嘅私人嘅負離子價，針對限制嘅問題呢來看啊，業者係用嚟回應嘅。倒沒有特別考量，主要是因為募資的董事裡頭有一位，他原本是做這棟建築物是他的財產。然後他是做學生的宿舍，要專門租給附近的，譬如像是聯合大學的同學，或是苗栗高中、苗栗高商的同學們住。那後來因為整個少子化的關係，那年輕的學生越來越少，那董事們就在討論說有沒有可能把這個學生宿舍做轉型。後來經過幾個董事們討論之後，決定把它成為一間新的護理之家。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新的護理之家是整個苗栗縣的典範，所以當初的選址主要是因為是董事自己私人的財產，剛好坐落在這邊。大家看到嘅係紅愛護理之家的執行長劉明浩，劉執行長嘅回應咯。村民台面有邀請紅愛之家今日派相關嘅代表，向下來參加論壇，來解決案度鄉親嘅爭議。現在呢，大家雖然講係合法嘅，咱擺要來做無邊連殺，係講大家針對案度嘅實際內容唔係按了解，咱擺要用嚟向下來過實辦咯。針對亞呢10月初7嘅事件，持久非咩證呢？向下去到縣政府來抗議。10月初7，縣政府呢相關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個苗栗縣政府嘅衛生局，咪有相關嘅回應。嚟看到喎，衛生局講，已經了解持久非嘅訴求咧，還有強調，沙期照護係按國家長照政策之一，衛生局就會照法行政。保障合法，還有為嚴條來審查。不過鄉親還係有按度嘅義務。今日呢，嘅特別來賓之一咯，賴理事長呢，佢係第一個相關嘅老人照護協會制度來做事，還有實際嘅經驗、研究嘅一個經驗，咩經驗有2-3年研究嘅。賴理事長哦，剛才針對那個我們鄉親提出來這麼多訴求，比方說噪音、交通，還有醫療廢棄物相關傳染的問題。像您之前在這個營運的時候，有遇到設立前民眾會這麼樣的反彈嗎？我們先從整個台灣的一個現況來看哦，大概目前它有1600家左右，是大概有500多家是屬於護理之家，
它是在卫生局立案了哈。是。那另外来讲，大概就是有在社会处立案的，大概有将近1100家左右。是全台湾的情形。全台湾的目前的现况。好，我们来先看苗栗的长照体系好了。对苗栗里面护理之家总共目前有9间，对不对？对。然后医院附设里面有6间，那正在申请设置的有5间，其中就包含我们这次的红爱护理之家也在里面。所以这样子看起来，黑共泰个二共哦有拉某，你可能按哪个数量有拉某？我想，因为大家会这样的积极的投入，是因为大家看到台湾的一个所谓的老化的一个现象，跟少子化的一个严重。那尤其是我们苗栗，算是在台湾的老化现象大概前5名左右哈，算是老化很严重。我们大概全台湾省目前大概8月份只有12.9多%的长辈，那苗栗就已经14点多。那整个床位的设置上来讲，那整个以老化的床位需求来讲，苗栗大概目前有缺大概800床的。所以理事长，其实苗栗有这样子的需求，还是说全台湾其实都针对这个长期照护的需求都是越来越提高的？我想整个台湾来讲都会，因为从老化跟少子化现在就很清楚。一定是有它的需求，但是因为苗栗让大家感觉就是说好像需求的量很大，所以刚才看到有几家继续在申请嘛哈。是好。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整个进驻率来讲，并没有说特别的高。好，那当然涉及的因素很多，我们可以再谈啦。那也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设立护理之家的一个情况。那至于会不会有刚才提到的那些现况，那我想这个大家都会紧张啦，因为就像观感的问题，对观感的问题应该都会紧张啦。因为你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资产，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负债，那就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长辈的照顾上来讲，那是不是离我们家近最好，还是离另外一个地方是更好？这个就会大家要好好的去讨论。理事长，像刚才有居民也提到哦，就是不知道护理之家它实际经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就算呢，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看到，苗栗现在针对这个护理照护机构的需求有这么样多的需求，2400，然后现在实际苗栗的安养院跟护理之家却只有1600床这么多，看起来相减，当然有非常多的需求，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但是针对这个呢，大家没有办法接受说，其实是观感的问题。来设在我家旁边，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大家都认为要设，但是呢，设在我家旁边好吗？观众朋友们都得用他的胸困难，所以假如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设施引起大家的不了解的话，当初像您也经营这个照护机构哦，有按哪个问题吗？应该最主要就是说刚才讲的地方的问题了哈。那我想不管是人口稠密或是人口比较稀疏的地方，只要是在它旁边，它都会紧张。那应该都会紧张，就像刚才讲的，有人会紧张它是24小时，不晓得哪时候会有救护车进来嘛，尤其是凌晨的时候，大家在熟睡。那因为现在社区都是老化，那大家都在整个睡觉上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吵醒。那另外大家更紧张的是说，那这些长辈在照顾上有没有所谓的传染性的问题？然后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都没有问题，因为进驻到机构里面一般都会做体检的部分。先做体检是吗？对。那就是他给他亲属有会有医疗相关的污染，或者是说会有传染病。对，这个大家就要从2个阶段来看，因为刚才讲安养院其实是现在以前的老名词了啦，现在在社会处立案的都叫做长期照顾机构，它大概就是所谓的65岁以上的长辈。那它大概就是插2个管子，就去那个导尿管跟鼻胃管。2管。对，2管。那真正安养现在其实没有市场，因为尤其是我们苗栗，大家不太愿意住到机构里面去嘛，因为他身体还好好的。对，因为他身体好好的，安养就是照顾他可以自理的。因为有80%，就算是失能老人，大家80%是希望在家的，其中的入住率只有20%是需要住到机构里面去的。对，那个是因为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政府在推长照，也是想说能够从居家跟社区着手，因为大家不喜欢离开他的原生家庭嘛。那至于护理之家，它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啦，它大概它会多一个管，叫做所谓的气切管，所以它是比较属于
重度护理的工作，所以大家会紧张，但是还是不会有传染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OK， 好，这是赖理事长同大家嘅说明哦。相关的问题呢，家下赖理事长要先来同大家讲到哦。就算讲非常一下哦，就算按照居民嘅意理。可能唔會發生，唔過呢，係喺前時候講，咱把一個私人護理之家嚟到窮人社區實嘅過後，會有相關的問題，係咪？其實因為它也是舊有的建築去改建的，然後其實也腹地比較狹小啦，然後我們也看不到說，因為你污水設施的話有一定的規範嘛，那我們也不知道說它到底要設在哪邊，我們有要求，但是它不理會我們。OK， 還有其他嘅詳情哦，啲上班廠嘅結束前，我嚟補充一個想法冇。他現在在那個做那個整棟樓的改建，哈，整棟樓改建呢，我們有的人做工作呢，就是改樓房的時候，中午的時間，空間有2個小時給我們睡午覺，但是他們都沒有，一點同情心、同理心，他都沒有，這點他做不到，那他憑什麼跟我們做鄰居？比如說我在做鐵皮的時候，鄰居說影響到休息時間，做鐵皮那個工人馬上可以停工，但是他們那麼大的一個工程，他都沒有辦法體諒我們所有居民的睡眠休息。好，謝謝這位小姐，還有其他嘅詳情，我嚟發明嘅冇？第一個，我們真的，我真的很想問一下，我們松原社區理事長，你自己有開業過，到底哪裡適合設置這個長照中心？一個封閉式的，就這一條路，剛才那個居民講了，是吃喝拉撒就靠這條路，到底你們要怎麼轉彎，怎麼樣急救，怎麼樣送過來？他今天他跟外面的人講，都說跟縣政府講說，他都是設安養中心，老人安養中心，我們也很歡迎。我們不是不歡迎，你有想過自己的權利跟自己的環境完全在沒有被重視的情況之下，這樣一而再再而三這樣一直糟蹋我們。我們松原社區，我要跟你們講的是，我們松原社區的人經濟能力並不是很好，我們沒有什麼能力出去外面再買第2棟房子，我們就在這裡一直終老，第1代、第2代、第3代。那今天設到一個這麼有爭議的，又我們感受度很差，你從來沒來跟我們面對的，你叫我們情何以堪，是嗎？好，謝謝這位小姐哦。剛才有提到說，可能這樣選址，大家心裡還是有所疑慮、有所考量哦。還有其他嘅詳情，我來做親民補充哦。它舊有的建築物啊，哈，腹地就狹小了哈，然後我們強烈的質疑他們哈，廢水處理放會造成我們社區環境的污染。用一個污染咯。污染，那個是不是沒有細菌嗎？好，乜嘢細菌？就是病人的細菌啊，那些哈廢棄物那些嘛哈。我們不是說反對它，但是它設置的是這樣的哈，有醫療行為，對我們的影響那麼大。你認為，大家鄉親都認為說，對我們哈品質，我們環境的品質，我希望他們業者哈要拿出他的良心，不要這樣。我們從小住在這裡。好，感謝葉太子哦。謝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處表示講，雖然講也係咧私人嘅護理之家，我哋鴉片實係嘅私人嘅行為，不過針對業者對按道嘅居民呢措施唔好嘅觀感，為請業者持續來溝通。上班長秋先討論嘅鴉片，全民台北公共過後，繼續再來檢查。苗栗市嘅窮人社區呢，也一部嘅由私人業者愛來到鴉片做一個私人嘅護理之家。今邊呢，全民台北就特別來討論鴉片事情咯。還有呢，按出來講到一下台灣長期照顧嘅需求，相對很用嘅咯。嚟看到啊，台灣一下長照需求，做嚟講係成長到千億，一下就無共用嘅內統，無共用嘅方面，照顧機構就有2個，伊咧係護理之家相關係衛政系統啲咧管理嘅。另外還有家下大家見講到喎，老人家安養養護中心，就定一個老人福利法、老人福利法的法源歸屬於社政的系統。還有家下所以嘅團大家見講到喎，一下私人業者我嚟做護理之家，地度嘅實際營業內容係乜嘅，做嘅平年係乜嘅喏？按出來講到喎，一個護理之家屬嘅
人就是差不多要触到慢性病，爱其他人来听说，出院过后爱继续来照顾、来护理嘅，还有严重缺乏自我照顾能力，还有管路照护，就是大家家下要讲到，先就讲相关的一个插管嘅问题，会带来啥其他嘅疑虑。还有像一下摄政、卫政无共用嘅方面、无共嘅内容。不过一下县政府当地推动重照2.0相关嘅政策，嗰天嘅6月咧就係上路嘅，等下面有相關嘅討論咯。先嚟看到講一下苗栗人口落發到千家，世界是受影響嘅咯。嚟看到亞台 VCR。2025年，台灣就會係超高齡社會，全台灣有20%，差唔多有480萬生人都係老人家。而家就青春要做愛面食啦，但一片叫做屋企人較無論咩，較故事啊，所以人家就是變到加真嘅啦。要漸漸嘅，因為喺家裡下生活習慣都較無共用，大部分都是上班嘅人，哈。所以老人家都較需要我哋嚟照顧啦。一下台灣人口落發到千家，國健署公布有10個高齡縣市，其中45個鄉鎮係超高齡，新北偏海區、新竹峨眉鄉、苗栗獅潭鄉同高雄田寮組鎮區，上嘅65歲嘅高齡人口比例超高，達40人當中就有1個人係老人家。苗栗縣係全國第8老嘅縣市，好老人的人口比率14多%，老人家人數比例超高嘅係獅潭啊、西湖嗰3班。不過以老人家人數來講，還係集中在苗栗、頭份、竹南一島大鄉鎮。今年11月開始，政府有開辦長照2.0的長照 A、B、C 3種照護方式。那我們老人家在社區就可以接受到類似日間照護，類似一個安老所。我們一般都叫做托老所，像小朋友我們要到幼稚園去接受老師的教育以及照護。政府推動長照2.0計劃，今年11月開始小規模試辦。長照2.0有所謂的巷弄就近，然後也有所謂的整合性的護理照護。叫做像人家講方便性、然後機能性，就是像人家乾媽店，也係講便利商店，有不同形態的這個護理之家，然後讓民眾來選擇他的需求。台灣嘅長照2.0計劃結合了美國、日本嘅經驗，南北會結合3個服務體內，各鄉鎮至少有1個整合型嘅據點，到30里就有1個長照服務站。初期我們預計用指定稅收加上公務預算，總共籌措每年大概是300億到400億的資金，作為我們長照體系的穩定的財源，並且會是需要來逐漸的增加。比較欠缺的是人力，政府會有經費，那民間的企業團體也會提供硬體、人力上面的資源。針對長照2.0，蔡總統希望搶準成功，不准失敗。希望會做到採替安養、採替老化，係個旁強照顧者嘅負擔，建立嘅清好、評價有普及嘅長照服務體內。無共用嘅長照服務機構呢，其實也下嘅方面呢，係分做無共用嘅衛政、社政。看到護理之家呢，其屬嘅服務嘅對象就係有慢性病，還有這3個，大概是這樣子的對象哦。唔過南北呢，從理事長長照2.0嘅相關長照法，嗰天年6月嚟開始上路之後啊，亞嘅都會協合起來，沒有這樣子再分別了。所以他的這個照護的人都會合而為一，從家下有更多嘅長照 A、B、C 相關的合起來嘅。長照服務法在去年6月3號通過之後，預計在2年後實施，就是在明年的6月3號就正式要實施了哈。那整個我們長照服務法裡面其實分為3個階段，就剛才大家比較喜歡的，可能就是在居家的服務。另外就是在社區的服務，那最後才是機構式，就住宿式的服務。那住宿式的服務就像現在社政裡面的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還有衛政的護理之家，還有漏了一個叫做所謂的身心障礙的一個教養院，好像我們這邊有佑安啊、華園等等。
那这些3类的机构都叫做住宿式的机构了。住宿式的。对对，就24小时住在这边的。那真正 A、B、C 来讲，它是 A 的部分，它其实是以小规模多机能一个核心。所以像理事长未来政府要推动这样子的社区整体照顾的模式，长照 A、B、C 有很多的口号都抛出来了，是希望说很多相关的，比方说这些护理之家、日间照护中心、老人这很多的点哦，就是把它集中起来到我们居家附近有这样子的一个设施机构。最主要其实是在这个法很清楚，长照2.0其实不是一个法，它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方案。那它重要的是在居家跟社区为主，那机构住宿的为辅哈。那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们长辈不要离开他的家庭跟他的社区。那所以这个社区它是以 daycare center 就日照中心为主，就像刚才讲的，白天来，晚上回家。那真正24小时需要照护，才会把它转介到机构里面。住宿机构里面去这样子。所以未来的这一套这样作业系统是结合医疗、长照、住宅、预防、生活支持，全部合而为一的。对，以后大家就是分成 A、B、C 嘛。那 A 就是所谓的整体照，我们叫做旗舰店；那 B 叫做所谓的我们讲豪华店也好；那 C 就是干嘛点这样子。但是它核心还是在那个社区为主，也就是说，它还是在所谓的白天来，晚上回家。托老所，像刚刚共同的幼稚园空用。对，就是所谓有一点像托老所，就是白天回来，那来这边，晚上回家。这样的一个形态。理事长，像这样子的政策准备要上路，可能像一道乡亲朋友都吃到共亲支持，弄应该有咧亲好嘅照顾，还有出啲人嘅夫群咧，从现从嘅一道乡亲朋友没有共斗，黑共来周围的老人的照护机构，其实大家是支持的。不过这样子的政策在实际上路之前，或许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制定在这样政策的时候跟实际执行面，它会不会有一些盲点或是被疏忽的地方？我想我们不管是已经老了或是即将老，我想大家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很快老化的很快。那这样的一个照顾，我想我们以后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就是说我们的资源是不是足够，也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来照顾家里的长辈。好，谢谢理事长提到这个长照相关的这个政府正在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面临这个执行的时候，实际操作面可能人力不足，要怎么解决呢？尤其像亚拜有10年的机构，来作为一个妇女之家里面共斗，虽然申请了90床，但是未来也要招募到一定的人员之后，才会依照实际的人力来开业营业。针对近几年呢，按照穷人社区嘅居民提出按照嘅义务，业者其他就咩讲呢？又提出了相关的友善方案来看下係乜嘅呢？我们大概提了4个方向的敦亲睦邻的友善方案，其中第一项包含就是只要是高苗里的里民，他们有照护上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优先入住。那第二个就是高苗里里头，只要是符合中低收入户资格的，我们都会减免收费。然后第3个就是由于我们护理之家里头本身设有咖啡厅，设有烘焙坊，所以里面的糕点我们都欢迎高苗里的这边的里民来跟我们一起享用，都是免费享用。那最后一个就是高苗里这边办一些老人的社区活动方案的时候，我们都会赞助相关的经费。所以这是我们提这个4个友善的方案。妨碍妇女之家相关的执行中，刘执行中佢提出来嘅费用呢，看到有差不多4个高苗里的居民可以优先入住，里内中低收入户减免收费，还有相关的一些敦亲睦邻的措施，这是业者提出来嘅。针对按那个刺激费嘅费用啊，你知道过大家对按那个友善方案会接受没？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就像刚刚一直大家提到业者没有来沟通说明，大家不太清楚，都没有。什么都没有。Okay. 那假如说看起来这样的话，亚得烟的接受吗？我觉得我们可以问现场的观众，现场民众他们的反应应该就很清楚，就可以表达了。好，出来冇那现场嘅乡亲咯，看到亚西太友善方案咯，大家知道讲，你有乜嘅想法咯？會接受冇？喺講做到一案呢，大家會接受講撒下來，一個10年嘅業者做得來到長遠社區冇？今天啊，各位鄉親啊，都要要先創的。反對的養護中心，其實主要原因係嘛？業者冇到地方的溝通，冇到協調，所以他家唔係叫做乜嘅。包括他嘅理事長講嘅，包括政府所實行嘅全部當好啊，對老人家照顧也當好，包括地方上全部係
较多些装炸。不过俺不谅解的就是说，业者冇来沟通。对啊，从头到尾，其实我们所有就从底开始，好7月份就几多日的手续之后7月份涨跌的。嘿，今年7月份，佢去年就已經申請了嘛。好，今年跌到以後，然後手續地方嘅發展協會手續地方嘅詳情，在人家發展線就可以算免費，有請業者就可以算免費。好，結果咧，業者就是派到特助來聽咧，然後他講問題帶轉移之後呢，簡單一張紙嘅廢文，冇辦法沒有重點，也沒有重點啦，好，也沒有正確的回應啦。再來。我們的那個縣議會也好，我們的衛生局也好，也有請業者來到地方，要來跟地方溝通。那業者也只有出現一次而已。所以有詳情係講嘛㗎？就像他說，當然提第一交通問題、污水的問題。第二，你進駐的是什麼人？是病人還是老人？再來傳染的問題，包括拖延，也是有養護中心，它已經傳染病傳染到社區裡面去了。不過像亞先生嚟參考以後，有騙嘅人啊，因講到亞有騙嘅人，喺講因屋卡底度啦，咩有按你嘅成人嘅老人家，還係成人嘅屋卡人嘅時節，按用加散咯。有騙都語言嘛，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講的廢水的問題。那你這個300，我們是90床嘛，90床，對，不到300床以下是不用經過專門的污水處理嘛。污水處理下水道。按你講好誒，喺講基礎嘅嘅污水嘅設施誒，大家出吃到講冇問題嘅咩？那你要經過怎樣的審核？對啊。可是他現在看起來都合法，可是大家還係吃到講冇辦法接受呢。他不用審核啊。OK。對，所以他說現在他做的排出來的，大家會怕啊。那今天排出來是經過一般住戶的前面的水溝，那水溝排出來一些蚊蟲滋長之後，咬到小朋友、咬到老人家之後呢？那是不是造成一個傳染？那整個社區一傳染下去，不只是因為這個護理之家把整個社區搞垮了，整個社區的住戶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好，也係感謝亞先生哦。相關的問題，還有講一項業者提出嚟嘅事態友善方案，聽起來呢，居民當中係冇辦法接受嘅係。唔看夾嘅下面嗰條嘢嘅面。居民啊，吼，神帶吧，佢表示安尼啦，古廟裡就神來拔片啊，去夾佢帶啊，夾佢90座，安尼古廟裡大家就有帶啊，人家就上海吧。好，也係關鍵的問題吼，迄個也個莫看啊其他呢。也坐等來滴滴轉來，係咪全部老人家？我咪當希望講做防癌之家，唔來清楚嘅地方。限制的問題，選址。今邊癌都要帶按多年，40年咧。我3團人就帶到了，你係咪攞筆錢目嘅？我用為關咯，你個環境當好，談到你個自家來嚟做，我就少咧。好，也係從嚴居民按當年嘅聲音咯，透過今邊嘅電視機面條線，全國嘅鄉親朋友咪做得來看啊，還有接下來呢其他嘅就針對一個友善方案，另外還有一當然講到哦，相關呢按當年呢算來有乜好辦法來溝通冇？家下也太子講到哦，也溝通接下來應該做喏。還有像家下講到，業者都冇來協調，冇來溝通。唔過，實際看到，像先前呢就有200，依然係要求衛生局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大家來說明。唔過針對按呢鄉親要去參加冇，像一個邱先生你講你有咩？唔過像其他嘅呢，也係持久費嘅總幹事。他們唯一的一次有出面跟我們溝通協調，也是由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所辦的。結果那一天我們有第一次發言是3個人提出的問題，3個人都提出同樣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問題？選址。你們到底要收養什麼人？那他們有回答嗎？完全都沒有。可是為什麼沒有回答？應該是像他們說，就是90床的護理之家，這個是有經過長照中心審議。是我現在要說一點，就是說安養不等於是安寧。他們的業者陳董事長親口對我妹妹說的，他們以後要收養的就是插2管、插3管的病人。是，這是護理之家裡面服務的對象有涵蓋的。那我現在我再請問一下，他為什麼在這麼緊急的狀況之下，來選址設在這個地方呢？因為長照2.0，它有一個長照法，長照2.0它是一個辦事的。是政府的，對，是試辦的一個東西，但是裡面呢，它設置的話，它有一個長照法，
长照法它依照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它要申请用长照法下去申请，它是不会过的，它是完全不会过的。为什么？第一个，它的这一栋建筑物占地面积总共是500平，依照当初民国85年他申请盖这栋建筑物的时候，法规不同对，了，法时空规是不背景已经同的不一样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讲到刚刚我们很多乡亲讲到的废水处理的问题，依照现在新的建筑法规的话是，民生用水跟污染的水源是要分治的。不过总干事，假如说我们看这个，它目前就是属于现在这个阶段，毕竟现在是105年，民国105年哦，它用的法律跟法条就是符合现在的，所以业者就算是现在提出申请，还是属于合法，规范面还有程序面是属于政府合格通过许可的话，针对这样子，其实它就是一个整个都是合法的程序。就像嘅 Vincent Q 建讲，也係一個合法嘅常識，叫勇敢上而反對嘅原因有啲難呢。卫生局他跟卫生局申请的是以书面下去申请，跟建管局申请的也是用书面申请，因为它是用修缮的方式，它不是用新建的方式。我们一直都相信政府是会为老百姓做事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苗栗县政府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松原社区做了什么？完全都没有。第一个，施工的噪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团，陈董事长身家有数十亿，他一定要短在这5、6个月赶快把这个做起来吗？总干事，那假如不在短的5、6个月赶快做起来的话，它延长施工的噪音不就延长了吗？今天说实在的，所谓的敦亲睦邻，我们旁边也有新的建商在做案子，他们所施工的时间就是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1点半。OK， 这是总干事的说法。假如说建管相关的疑虑解决了，然后人员招募到了，比方说用高薪聘请，真的请到了，那他真的设立起来了，那我们自救会的下一步呢，会长？我觉得不要说他们那些都做到，目前他连跟我们协调都没有，所以这还是属于一个民众观感不良的问题哦。业者到底有没有实际来沟通，认为他有没有诚意是吗？我觉得完全没有诚意啊。对啊，就连当初我们开说明会的时候，就给我们1张纸，就几句话就打发我们了。我们任何的问题他也没有回答，所以我们的任何疑虑要怎么解决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平台，他也没有出席。是，像县政府也是一样。好，对，县政府针对很多的疑虑呢，我们采访团队事前也有去采访过。那像刚才很多民众一直提到，其实会很担心相关传染的问题。and corona Vincent Q 嘅回应。大家如果讲到讲，哎呀，迄骗人。其实如果迄骗人，一天迄都医院照顾才会出来，医院照顾冇问题，这就要转到长期慢性照护。所以入住这一些机构，就传染病的控制来讲，刚刚讲呼吸、粪便、接触，全部一天要经过检查，才能够来入住我们的护理之家。民众可能会讲，很多人都要来试来尿，其实给骗以前係学生宿舍，其实所讲老人家唔係骗人啦，老人家係講佢老嘅。佢嘅生理功能衰退了。亚哈亚件民间嘅业者，我哋作为嘅私人嘅福利之家，引起大家嘅反对还有反弹。针对安农议理咧相关咧主管机关呢，甲下呢未看到佢相关嘅回应呢。不过民众还係知道讲相关嘅问题，就算讲解决咧，还係冇办法接受呢。我一直很想问的就是松原社区。到底有哪一个条件是适合去设置这个的？因为在我们苗栗地很大，人口很少，控制的房子很多，然后空地也非常的大。建议业者去选其他的素材，唔好在地呀。对，因为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像台北市这么密集，已经没有办法，已经要到这种封闭式只有一条路的社区来设置，因为它人口很密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定会配合。可是苗栗。空的地方很多，空的学校很多。哦，你的意思是说，其他选址的考量更多更好，怎么不去选在那边二线地重点上？对，我一直问的就是说，因为
县政府它就是一个书面审查嘛，它没有来环境考察嘛。那我想要问你们，你们要给松原社区交代一下，就是说，我设在你松原社区，除了我陈董的房子在这里之外的这一个原因之外，我们松原社区到底哪一个条件适合设这个长照中心？在那边就是送进来，再送出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行业要来把它送出去的。OK， 你说我们到底是哪一条有适合？你总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我不希望说你希望你赚的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没有道德良心的。所以希望业者能够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希望县政府能够帮我们居民做一个公道。谢谢。好，这是一个私人业者，这次要在松原社区设立私人的护理之家哦。针对民众的部分疑虑呢，针对它的这个营业内容，大家希望说有可能调整吗？再来噪音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公共卫生、建管。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件合法程序面还有这个相关的实务面是都合法的程序，但是民众的观感不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赖理事长为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讨论哦，来做一个收结好哎。从这样以上听起来，我们从比较那个整个构面来看，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站在长辈照顾的需求的立场来看，另外就是现在住宿式的机构确实是不太充足。那另外来讲，就是政府以后要推的也是为我们全民来着想，长照2.0的部分。那当然它是以社区跟居家为主。绝对不是以住宿为主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是。那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我们一直在鼓励全国的这一些那个住宿式的机构，它也有可能转型成社区跟居家，跟这个整个社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敦亲睦邻的一个邻居的一个角色。问题在沟通。对，所以我想应该是在那个双方面的一个沟通，怎样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得到观感好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对他的观感好就会放心，就会信任嘛。那我想这样的话就变成双赢。那在双赢的话，就是说很清楚到底我们这样的一个长照的一个不管是居家社区或是住宿的，它应该是一个资源，绝对不是一个负债。那假设像今天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负债，那我想应该转换成什么？变成它的一个就像刚才讲的，业者要投入后是那个居民能够放心，让这个以后的长照能够在社区生根。我想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沟通上应该是不一定要做住宿的，还是说有没有地方可以转还的？那理事长现在神呛下去也不过喊做得来贵边加内容嘛，职业的内容可以来改变是吗？这个我想程序面上的话，对，可能就要那个业者跟那个他们自己去考量。这当然是我们的假设性啦。对，出发点是什么啦？假设是说出发点，就像刚才讲的，说他为了要解决，或是来做助人，或者怎么样，不一定只有住宿是可以做啦，其他还是很多可以做的哈。那就是他们的理念跟出发点是什么？我想只要是投入到老人照护的工作，我想都是好事啦。那怎样来创造一个大家都赢的部分？因为其实也可以造成地方的社区的一个工作上的需求也好，或是长辈就近照顾也好，我想都很好。只是说这一些的一个盲点跟这一些的一个所谓的大家担心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可以透过棘手的问题，有没有办法结可以打开呢？对，就创造双赢才是一个唯一的目标啦。这样子。好。现在呢，居民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疑虑哦，业者有可能好好的沟通哦，还那个加多一点的说明，多一点沟通，向前出位，天天来接触喏。今日村民台会针对亚件新营业者，我来做一个负离子家作为暗道的讨论。村民台会讨论，出到鸦片，感谢大家，安子说。